亦都順利全部馬匹準備妥當啦。第7場賽事，國際騎師錦標賽第3關準備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前面快少少嘅馬匹見到中檔紅皮友啦，都係擺喺前面走噶啦。好多隻馬好接近喎，大外檔嘅馬級埋去加州巔峰，再出邊仲有呢個友誼第一，中間呢就係加州眼罩好樂意啊，再入邊呢亦都係另一隻加州眼罩嘅馬就係靚寬騰擠喺前面㗎，喺埋邊嘅馬都拉得好辛苦啊，有個騎師墮咗馬就係功力性啊賴維銘啊，埋邊呢有呢個魚雷跟翻上嚟，再後邊就係呢個標記啊，尾三位置幸福德寶啊，尾二呢就係見到呢隻呢就係先機㗎，暫時殿後嘅馬匹呢就係呢個信寶㗎，開始轉緊呢個滿貫彎嘅時候呢，前面放頭呢就係呢個加州巔峰㗎，跟住喺第2位呢就係見到外檔白衫嗰隻紅皮友啊，內欄第3個馬匹靚寬騰，外邊就呢個好樂意啊，見到騎師賴維銘墮咗馬就係嗰隻功力性啊，仲有多少馬匹呢？先見到呢，仲有呢個魚雷啊，同埋呢個友誼第一啊，一路數落去馬匹先見到呢個標記幸福德寶啊，暫時殿後嘅一對馬呢就係信寶同埋呢個先機㗎，開始向住呢個600零米點處進發嘅時候呢，前面呢透出多少呢？就係呢個加州巔峰啊，撳住根成績啊，接連將第1個失位㗎，跟住喺第2位呢就係白衫大掩妹紅皮友啊，內欄第3位呢仲見到靚寬騰嘅灰馬嚟㗎，外邊粉紅色眼罩就係好樂意啊，再跟住後邊有呢個魚雷啊，後邊側埋一站啊，大外檔發力有呢個信寶埋邊幸福德寶，中間呢仲有呢個先機，哇又好多擠碰啊，友誼第一啊撞一撞咧好樂意啊，包咗落尾呢就係呢個呢標記㗎，轉正翻入直路嘅時候呢，前面加州巔峰呢首先突圍出㗎，中檔立緊上嚟有呢個信寶埋邊就係呢個魚雷啊，大外檔殺緊上嚟仲有呢個先機，中間就係呢個幸福德寶入到最後100零米路程啦，加州巔峰接先啊，但係呢個時候見到幸福德寶接住 M 之嚟，幾個節目將佢追過埋，大外檔仲有呢個先機，中檔就係呢個信寶，到呢第名幸福德寶啊，第2加州巔峰，第3名先機，第4名嘅信寶。哇！好多意外啊，小心啊，因為而家咧就唔知點喎，嗰度跌咗馬喎應該。咁中間有啲擠碰嘅，前面有隻吉馬喺度擾攘。但係點解佢其實佢應該有個機制係，即係直情嗰度咧係可能即刻stop 㗎咯喎。係咪嗱？因為可能佢係咪過咗終點，即係比較遠啲嘅地方咧？係啊，點解？佢都擾攘咗好耐啊，嗰隻吉馬。但阿奶嗰度都好傷。係啊，好傷啊！我真係嗌咗大嗌咗啊！因為頭盔都甩埋喎，好似。我都嗌大嗌啊，陰公。係啊，我直情嗌停添啊！係啊，希望佢冇事㗎嚇。嗰度真係踢到㗎。